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講下香港樓市嘅最新情況。以下係2024年至25年嘅香港寫字樓樓市回顧。今次我哋會用中環中心嘅資料嚟做比較㗎。根據信報喺2025年3月14號嘅報導，商廈市道持續低迷，持重貨嘅業主咧都紛紛希望沽貨套現㗎。世茂集團00813嘅創辦人許榮茂先生咧，私人投資咗中環中心多層嘅樓面，近年一直都希望放售低層31同埋32兩層㗎，但喺過去3年咧都未能夠成功賣出㗎。2022年初咧，許榮茂已經將部分中環中心嘅樓層推出嚟放售㗎，當中包括31樓同埋32樓。咁最初嘅放售價加埋咧係15億嘅尺價，平均係3萬蚊度。咁佢其後咧喺2023年11月咧將個叫價咧就調低到14億，咁平均尺價咧大概係28,000蚊㗎。另外資料顯示咧，佢喺2024年5月嘅時候已經賣咗呢個中環中心63樓全層㗎啦。當時嘅平均尺價咧係大概28,000蚊。咁佢連埋而家淨係放售緊嗰3層咧，佢仲係持有8層嘅樓面㗎。直至2024年年中咧，咁許榮茂進一步就調低咗31樓嘅意向價啦，平均嘅尺價係23,000蚊。咁32樓就維持叫價就係28,000蚊嘅，但係呢兩層單位咧一路都未能夠售出嘅。最新推出嘅37樓全層放售咧，尺價大概係2.2萬元啦，叫價比起低層嘅單位仲要平㗎，仲要送埋裝修添，買家購入之後可以直接使用㗎。翻查資料咧，長實咧喺2017年咧以天價402億出售咗中環中心75%嘅權益啦。咁買家主要係由小巴大王馬亞木家族啦、許榮茂啦，同埋金利豐嘅 CEO 朱莉月華女士啦，同埋臍帶大王陳炳志等人組成嘅財團嘅。咁佢哋買入咗47層寫字樓啦、商業樓面同埋402個車位㗎，涉及總樓面面積咧去到122萬平方尺㗎，平均尺價係32,877蚊。咁許榮茂咧就以私人嘅名義去買入當中嘅9層。咁今次37樓放售嘅意向尺價咧，佢比起佢買入嘅時候嘅尺價係低咗差唔多33%㗎。咁入市中環中心嘅財團成員咧，近年咧紛紛以低過平均買入尺價出貨嘅喎。陳炳池持有嘅中環中心66樓同埋75樓兩層咧，喺上年嘅8月咧，各以約7億同埋6.46億賣俾星展銀行。咁個成交尺價咧分別係25,958蚊啦，同埋26,800蚊嘅。咁當然啦，都有其他投資者成功獲利嘅。根據《星島日報》報導咧，中環中心22樓全層買家為資深投資者蔡志忠先生啦。佢嗰陣時咧就以6億幾買入，之後咧佢迅速拆售12伙單位啦。咁短時間內咧就套現咗11億，勁賺咗幾億嘅。咁而張順儀咧亦都先後沽出咗43、49同50樓，套現33億啦。咁帳面獲利咧就過咗4億嘅。咁今次咧，許榮茂嘅37樓嘅跌價咧，好大程度係受到佢同大廈叫價嘅影響㗎。根據香港01報導咧，喺上個月馬亞木家族咧，其實佢已經將27樓嘅4個單位推售啦，嗰個意向尺價其實係22,000蚊到嘅啫。咁而從地圖去睇咧，附近嘅萬怡大廈同埋交易廣場嘅1、2、3座咧，佢嘅租金最近1年咧都跌咗差唔多13%嘅。咁所以佢成個中環核心區嘅寫字樓嘅售價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喺度㗎。好，咁我哋咧就嚟睇下之後一啲關於香港寫字樓嘅分析先。彭博喺2024年7月嘅報導咧就咁講啦，香港寫字樓嘅價格咧持續下跌，空置率高企啦。咁報道亦都指咧，唔少中環中心嘅中國買家違約，急住出售單位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價係低過佢買入價嘅5成添。咁唔少業主咧，佢本身都係手頭拮據嘅中國發展商啦。咁隨住中國房地產嘅銷售大幅下滑啦，咁佢哋咧喺呢棟大廈入邊咧互相競爭啊，即係佢哋自己都要爭住去租出或者賣出啲單位啦。結果個寫字樓嘅價格咧係拖累咗㗎。有啲單位咧就一路係咁嘭嘭聲咁跌咗5成啦。咁根據房地產代理咧 Knight Frank 嘅數據就咁講啦，喺2018年6月以嚟咧，成個中環地區嘅寫字樓價格咧普遍係跌咗3成咁多㗎。咁香港寫字樓市場持續低迷啦，有見及此咧，部分地產商不惜上調個佣金咧，希望盡快去租出商廈㗎。咁幾年前佢哋嘅佣金本身咧係1個月租金㗎啫嘛，咁而家寫字樓嘅佣金咧，佢哋係去到2至3個月嘅租金水平，有啲甚至乎咧會俾嗰啲 agent 咧係俾到4個月咁多㗎。咁近年香港嘅經濟唔景氣啦，
跨國企業有退場，以及本地嘅企業佢為咗節省成本咧，其實呢啲咧都對住甲級商廈係市場咧係造成一個好大壓力㗎。咁根據世邦惠利士嘅數據顯示咧，香港咧喺2024年上半年嘅寫字樓空置率係去到16.3%嘅，係歷史新高嚟嘅。而大量嘅空缺咧，亦都導致到租金下跌嘅。咁政府見到咧個樓市咁差咧，佢喺啱啱過去嘅3月頭嘅施政報告入邊，亦都提出咗咧，商業房地產喺過去幾年咧面對唔少嘅挑戰。佢考慮到咧寫字樓嘅空置率係處於高水平啦，同埋未來幾年嘅供應量相對充足啦。咁政府咧佢會喺今年咧就唔會再推商業用地啦。咁等啲市場有空間消化而家嘅供應啦，同埋佢都會考慮將部分嘅商業用地咧就改成為住宅嘅用途。咁喺提供更多用途上嘅彈性啦。咁為咗配合佢有關嘅工作啦，佢哋都會推遲洪水橋發展區嗰個市中心商業用地嘅原址換地期限嘅。咁呢啲措施咧，其實相信都會有一定嘅提振影響啦。咁我哋嚟緊咧，相信啲大戶都係會繼續減價去清貨噶啦。預期咧，好似中環中心呢類嘅商廈咧，會繼續減價求售嘅。咁我哋一齊密切留意住個情況。如果想了解香港樓市最新資訊嘅朋友咧，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會不時作出更新。多謝大家，拜拜。